东啦吼，等于是维持保持即个习惯，咱生日头一段好时间，这个中间咱是一直咧想讲有啥物方法，咱会当台湾的母语会当通普及。最近才想着讲，咱会当以前一般情形想我人生的活动，比如讲现在虽然是做讲母语讲台语上母语这个真短时间内我可能70几场所有的店家来参加，互阮感觉真暖真感动。虽然时间真短，不过慢慢我想一个月时间去透过网站、Facebook， 还是讲大家人口面上，应该是真紧的时间，在咱台湾服务店家应该来参加。基本上较软性、较温和、较精神活动。互囡仔伊爱要讲，就是起步，安尼就当做简单。去店家买物件，叫你着啉互伊讲即个意愿。嘛讲这起步咱以后专业性，一般的爱讲母语，毋通咱台湾的母语袂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讲的讲，21世纪外就会存一个华语、中语的，这是母语拢是死亡。做欢喜讲现在有一个包括这个部会为着派嘉宾来参加，咱社区大学、咱社区大学来参加，咱有哪等的是面对车的还佫有对面的我知影我秘书迄个就是。
爱尔兰讲你若若讲母语，啊，若考试讲会着送迄个